所以这是真诶可惜吼。所以人上帝无所事事，你都能共款安尼吼。所以安尼总是敬拜是一个本分，对外表是一个表现。所以咱珍惜，先互你有这个机会。我只要看去水者是早我有讲，我会友诶后生今日在讲台服侍，这边上帝稳定诶，真欢喜。我会友会今日做长老，一个教会是大家栽培诶启动，让这人同工买献上，我对上帝会是个感谢。信仰诶追求对咱讲非常要紧，要安怎去追求？所以真简单就是讲。咱对宗教、对基督教信仰的追求，咱在生袂能马马虎虎啊！爱定心，袂能马虎咧。有一个国民校读3年都无爱读，因为较早庄脚，阮南投我住小半天落个个所在吼，所以读国小毕业都已经真少咧，啊好是足侪拢无读啦。所以有一个读3年了，就无爱读，讲要学功夫啊。用功夫在手，毋免惊500度。读3年，老爸讲安尼好啊，读3年捌挂字啊，用写批联络就好安尼吼。所以就安尼适合就爱读书，来到都市去学功夫，去学车厂。啊，佫毋是去南部，来北部，讲去伫咧去家人。啊，家人迄个所在较早不是落雨咧，以前不是落雨，拄去时吼，实真袂惯势啦。哦，啊，下班了啊，吼，人逐拢去咧看电影啊，去咧食宵夜，啊，伊就安尼也无雨衣，也无雨伞咧，吼，啊，就点来安尼吼，啊，真无聊咧。所以就讲啊，我因为做啥个工资一丝尔，他有可能去买雨伞、买雨衣啊，无法度咧吼。讲啊，写批甲爸爸妈妈讨，写批对出去，来讨救兵。啊，怎么做比起来？说你写说袂讲，迄个雨伞伞都袂写咧，雨伞的伞伊袂写，伊就问内底一个较大汉的，要做啥个吼？因为下晡咯，你甲讲，迄雨伞的伞安怎写呢吼？啊，迄个较大汉的迄个啥个，甲用砖头滴多点甲比一个伞，迄伞呢吼？哦，迄雨伞的伞吼，雨伞人会用写嘛？甲比，啊，伊就讲安我知，所以入去时就笔帖做起吼。用爸爸，我来遮已经一段时间，啊，大家拢真好啦，请爸爸妈妈安心吼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真大问题吼。伊讲店内人每一个拢有命，敢若个无命啦。所以雨伞甲可能生命的命咧，伞迄个伞可能命咧吼。伊讲店内逐个有命，敢若个无命。啊，厝若有命，寄命互我，啊若无钱咧，寄钱互我没命咧。这批写夹出去了，因老爸看着么分去咧。啊，这个囝去食头路去学功夫，啊，迄几下个月拢无消无息，啊，无落啊，迄阵电也无方便咧。啊，临时这阵批大家写欢喜个咧，啊，摕咧看咧较电咧，看着咧怎么分去咧？讲店在大家有命，敢伊无命，啊，若有钱寄命去，啊，无掉钱去买命。哦，当时安那咧吼，当简单，啊，出来出来就是咧吼，啊，轻轻咧吼。明仔载透早就去坐，普通车咧，哭到家人伊个要暗啊。透早就说法，哦，啊，甲家人要暗诶，啊，照组织去找因囝，啊，可能囝伫咧咧，甲朋友伫咧讲啊，有讲有笑，真欢喜咧。啊，开批写完全无共款啦。伊才问我到底什么代志？伊才讲我听，讲啊，为啥是伊讲我遐买命？伊讲这直接警察啊，互因爸母话要烦恼死。所以讲哦，信仰袂使马马虎虎咧。哦，爱求进步，别马虎，直接警察来抄非常多。上帝国天堂、甲地狱看会到，讲话嘛有听到咧。哦，一部警察，男是伫遐，就是伫遐嘛。你选择你要去倒位？哦，一步的差别，就地球甲灭亡差很济，是别人马虎。第二面爱温群求进步。耶稣讲。迄个八号讲吼，要取得行无义人福气，饥渴慕义，要取得行无义的人有福气。要说你讲，这个取得甲要，毋是你人一杯凉水能解决的取得，嘛是讲一杯迄个泡面我就解决你要啊，哦，迄款的，毋是遐尼简单。迄个说你讲，对信仰的追求，都爱亲像迄个取得。啊，是讲迄要迄个程度呢吼，
去逼去追求安尼吼。所以无限多，一直咧一直求进，一直求进步，别人马马虎虎一点。所以信仰追求是可能逼切的程度去拍拼。所以无努力，莫讲信仰，你个别个囝吼，你甲你的亲属的关系，你甲囝儿的关系，若无去培吼，嘛免凊彩啦。有一个老爸，少年的老爸吼，因囝读国民学校。即个囡仔出世偌久，因太太叫人走去，留一个囝，一个翁，伊嘛无去搁嫁搁娶，为了认命啦，认命吼，栽培即个后生咧吼，真疼命命咧吼。到有一天是讲，我呢，逐工都拍拼做工趁钱间，应付囡仔需要，爱落一个互因咧吼，爱食啥咧吼。伊讲有一天吼，我来带来去外口食好料的啦，莫讲家己厝里食咧。上去外口较出名的饭店，要带阮囝去食个较好的料理呢。所以我今去共包工课，今较紧结束吼，下班就提早转来。伊就吼是讲，我来去校门口等吼，安尼较有诚意啦。伊就去学校门口要等后生咧吼。伊讲，这4点我下班的时下课时，伊就去等伫门口等。安尼一班坐煞吼。等甲完全无紧啊！再问迄个伫遐过门迄个警卫讲，咁要紧无拢等了了，奇怪，他等无阮囝咧吼，都明明有在读册咧，太无看着吼，所以就先来袂爽快。转去吼，看到因囝伫迄个客厅，所以真正无欢喜。伊讲你既然是走去倒佚佗，袂好，有啊，我嘛是拄转来咧。伊讲假奇怪，我去校门口等伊，等甲。对，开始下课了，大家拢结束了时，都无看到你伫遐咧。伊讲爸爸你去对，但讲恁后壁迄个皮熊那些吼，我著伫咧重庆国小咧等咧。伊讲我已经读国中咧，我毋是伫国小咧。啦，你当时国中，我已经读国中2年咧，国中2年级啊，你国小咧找我。伫遐讲爸爸你是安怎做爸爸啦？我已经读国中，你还了解是国小，我未大个到因老爸讲我真惭愧了，敢若会做工拍拼趁钱，要求囡仔，互囡仔会需要，来满足囡仔需要安尼吼。平常时无甲囡仔结成感情，所以亲子关系嘛在经营，若无经营嘛是无好咧。互咱甲上帝关系，咱看袂到上帝，你要上帝迄个关系建立好时，真正都爱用心去追求，去努力咧，别人马马虎虎，别嘛。所以有一个家庭嘛是即个爸母真关心囡仔教育，互伊去补习英文、数学一直补咧吼。到一年较早吼，因为即个以前的即个家庭吼，校导老师会去访问家庭访问嘛，即摆老人较少啊。伊拢用迄个家庭联络簿，对联络簿内底会能了解自己囡仔伫家庭的生活，家长会能看到迄个联络簿，看自己囡仔伫学校的生活。会能来甲学校有一个沟通啦吼，对超人沟通。有一天，即个囡仔转来，来老爸个来你个联络簿互我看咧吼，看到是因老爸非常无欢喜。伊讲无，讲爸爸遮尔辛苦趁钱吼，你摕钱你无去补习，你讲要补英语，互你补英语；要补数学，补数学，拢应付你的需要。你摕钱你无去读册，你甲伊学功夫啊？我睇学功夫，我你睇绝对是摕去学跆拳道啊！讲太武无你老师安尼讲，我老师啥呢？讲你老师讲，恁囝伫校甲学生是打成一片的，甲学生是打成一片的呢吼。你若无咧功夫，像李小龙功夫看得好，我都甲拍甲当都使歪咧。绝对是功夫真好，毋啥呢？哇，爸爸你受够差呢吼，打成一片未相拍。打成一片是我甲东龙共款，无分彼此，咱兄弟姊妹呢，是相亲相爱，互相帮忙呢。伊讲爸爸你遐有够丢脸啦！你打成一片，你就袂晓毋知意思，你嘛咧需要进步咧啦。特别咱做父母的人，真正嘛囡仔进步，咱也无进步，为啥会对袂着？为啥沟通上不良？迄个思想迄个有代沟吼。所以特别做阿公阿嬷个孙啊。我不想甲孙女讲的事，拢是讲无啥会通咧。
囡仔时常就讲：“阿公你是台语人呢，我是国语人，所以你讲那台语我听不懂呢。”讲真吃力的吼。我咧台湾人那边讲台语这个真晦气的。我上帝给我生查某囝，伊讲做牧师吼，毋是要趁钱安尼吼。较早会记得讲我后生要娶某吼，有厝无人无，有厝无人找无啊。所以讲，人伊问我，人问讲这要我做囝婿人吼，我查某囝要去互伊，至少嘛是有船我徛起啊，人遮风遮雨呢吼。所以有厝是最要紧的一个条件呢。牧师人毋是要趁钱啊，所以讲上帝互我无互这个跨路吼，我生3个查某囝。后摆是你问讲对方有厝无？毋免问讲我有厝无呢吼。上帝真疼咧，互我种3个查某囝咧。大汉是第2、第3、第3甲第2差7岁。上帝特别呢，阮这差7岁这现查某囝吼，伊生2个，生一个时我甲下某人，拜托你给我生一个，你少年吼。我小弟拢10几孙啊，我甲咱咧，你个生一个，我嘛3个尔，姐生一个，二姐生一个，你嘛搁生一个，生一个歹生。到我第3个查某囝听我话，搁生一个嘛是查某囝，无要紧啊，查某查拢干啊。细汉呢真贴心呢，拢会关心阿公。2个拢去外口咧学跆拳道，我咧学做啥？讲学这后摆保护阿公诶。我要保护阿公，阿公嘛有跆拳道，我是海军陆战队退伍啊。我较早伫部队嘛做跆拳道的教练咧，我整个拢精破咧吼，所以你毋免啦。嗰啲读书好紧咧吼。我囡仔是真古锥嘛吼，所以有一天，较早伊国民伊读大班的时候，伊讲一句话吼，我真着惊咧。伊讲金钱不重要，我的人生最重要。就是大班的囡仔讲讲句，到底伊人生伊毋知啥物货咧？到一天伊要生日时，我讲阿咪，讲你的生日，你要阿公给你红包呢，还是要阿公给你礼物了？伊讲我要礼物啊，讲为什么？因为礼物我拿走了，红包妈妈拿走了。啦，伊人甲我讲咧，我听说伊有影都对，红包都妈妈拿走了。妈讲无，我拿走，我把你开个户头，在邮局里面呢，在银行存款呢，上面户头伊来听一天嘛啦，一听无，因为红包妈妈拿走，礼物我收，安尼个呢，所以已经93年。真好一个话，真贴心大人孙仔已经做记者，怎样去帮忙？点样伫国会做助理安尼吼？伊伫政治有趣味咧。有若要听国家吼，要叫上来听咧吼。你家己免听国家吼，都无愿望咧。所以我大汉的孙大伯吼，伊真高啦，真了解，人爱听咱的国家就真好。第二，查某囝会查某囝，即毕业要去纽约大学，美国去留学。你上帝保守会让学生归国了，让对社会国家有贡献的。从一世人伫上帝的工作，像我是安尼不言无问题呢吼。上帝是真听我吼，真听我。好跳了到伫新店，伫教会7年教会我隔壁那点，要教会真近。更新嘛真近啦，不过我无去更新，拢来马街吼。我拢甲总会同讲，我就去讲我的公司。最近的业绩有较好无呢？吼，我你去看我看我的莫达吼，或是心中莫达吼，最近无啥好势，所以我讲这心中是马达科的。看目睭这是我前面的2个大灯最近不太好，所以我去看我眼科，看眼科啦，病人拢对我非常好呢吼，真听我。这是上帝恩典，所以上帝免对上帝计较只要对上帝面对监督我真有听上帝无。免讲马马虎虎真诶，上帝讲你听厝边亲像，你也免听你家己，无就听厝边。所以讲你听人亲像家己，也先听你家己。你若免珍惜你灵魂的价值，你真正无得对别人讲什么咧。所以咱看去，这是咱的信徒来回应伫教会的关心。所以教会进步，毋是靠牧师一人伫单头独斗。牧师话嘛是靠家己，某一个群体，有一个 teamwork。底下会当甲只中心向你这边团结合作，咱教会进步。因为读书甲无是伊学生时代、青年时代，我伫我教会底下参加团结活动、圣歌队、认知心。牧师的爸爸较到学生时代嘛，捌伫我的故乡教会底下、乐国教底下服侍过，所以拢真好的朋友，好的同工，
但是伊爸母是比较智慧，我先辈，所以真欢喜看去我的学长的囝儿伫咱个项目伫遮就任啦吼，两个伫遮互恁听受是真欢喜嘅代志，所以主帮助祝福咱的教会，支持咱的牧师长伫遮会服侍，所出来团队，才会能为咱教会做真好事工。所以讲，咱袂能马马虎虎。所以最后讲种信仰追求，要求真神秘，用人生哲学、人生哲学的术语来讲，求真善美。求真的迄个信仰追求会确实，你所追求的神是什么神？作者神明嘛吼，假神、真神、邪神作者，但真的就是你所选的神，是不是真的对真的真神？在这里讲求真非常要紧啦。你不能说迄真，那真人或者假就无好起。所以讲求真，你的信仰对象的选择不最重要。所以望咱真侪人真慎重来看者。求善，迄个善就是讲你生活上的一个道德标准的迄个提升啦。你人讲宗教拢是劝善啦。其实宗教变劝善的，因为宗教人只有劝善安尼吼，互信徒让他只有独善其身安尼，无得去先善天下，并主是顾家己，无咧顾别人。所以迄个善毋是干那讲顾人，毋敢做这好事，好事无做是犯罪无毋对啦。但是平安为了家己，毋是爱为了别人，为了别人生存，毋是为了我家己的。你明就是咱外表的见证。基督徒无水的见证，要做见证，要来甲人讲信基督偌好。若无见证吼，真正就是道理传袂行咧。有两个真好的朋友合作做生意，生意袂歹啦吼。但是有一天，这两个中有一个讲暗时去行路散步，台北市某一个所在，行过吼，有对一个基督教的教会伫遐个，有4个3、4青年拢穿个背心绿色的吼。信耶稣得永生呢？你遐毋是有培灵会，有培灵布道会啦，就要招人入去听。这个兄弟个拄行到去，去一个少年甲扭咧，先生，为啥？你要对讲我来逛街行行，阮教会因吼，拄一个外国的牧师，做演讲的，口才最好，来听看嘛袂歹。我毋是恁基督教的，讲无听看嘛咧，尾就爱信基督教，听看咧吼。一个扭，一个杀安尼吼，所以两个三个硬甲掠。扭到礼拜等于坐咧吼，既然入来吼，就听看歹咧。伊咧讲吼，毋知啥物外年代，你听是讲目屎伫咧练，伫滴。伊讲迄个牧师讲到，迄实在是有够有力，逐句都插到我心肝咧吼，真正是受感动流目屎。讲到说是讲，什么人对拄则所讲对受感动，决志要信耶稣人，请来到台前，我替你祈祷。这个兄弟。头一个，伊就甲举出来，甲头上。所以牧师伫遐换伊头替祈祷，哪祈祷伊哪流屎。遐毋等困袂去，讲有遮尔好诶道理，我都毋知影咧吼。所以就互伊讲这遮尔好诶道理，他伊毋知听着咧吼，感觉真后悔啦。讲咧我明仔载吼，就爱去公司甲阮诶朋友招来信耶稣啦吼。遮尔好比我趁钱较要紧，较好安尼吼。所以迄规暝困袂去，7、8岁就去公司。伊平时拢比迄个朋友较慢到位，早起特别到位门口就伫遐等啦。所以朋友到时间是，我你平时拢比较换个比较早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呢？吼，我讲，我甲你报一个好消息，用要趁钱时，毋是比趁钱较要紧咧。伊就讲，我赞美伫迄个大迄个真不得已下面向硬扭去教会听牧师讲道，毋是啥物原因吼，所以。迄个心内说真大感动，所流屎。我就决志信耶稣吼，我感觉真就平安咧。比平时我咧分红利咧，感觉较欢喜，搁较平安咧。伊讲我咧讲吼，我咧讲你来信耶稣，这比你趁钱较要紧咧。伊家讲啥呢？伊讲无人歹势咧。讲我嘛基督徒咧，讲你是基督徒，讲你对讲我哋附近某一个教会，我是教会长老咧。我一听是你讲，我若知你是长老，我就袂去教会啊。我若知你是基督徒，你是个是长老，我就袂去教会，加减拍死我就袂去咧。
我你平常时讲话根本无实你去大款式的。迄个化妆品拢骗只查某人，骗只小姐，哦，这是美国进口，这一个成本係500塊，啊，我卖你100塊、200塊就好啊。哦，我卖你俗俗安尼吼，了幾百塊，交俾一個朋友安尼吼。啊，其實迄一款啊，幾十塊錢嘅價值安尼吼。迄本時迄20、30塊，你咁賣人400、500塊，講了錢你賣，講真無良心咧。哦，啊，你這個講是張咯，講可能要別做嘢講幾大拖安尼吼。啊，拢袂歹勢，面拢會變色。咁好個在，我毋知你是基督徒，若知我袂去教會。你哋遐做，真正要有做者檢討。有一個兄弟伊見證，我信耶穌時，我隔壁一對少年的翁仔某，逐暗都聽迄個翁仔某伫唱歌，啊，佫毋是流行歌，啊，唱的歌佫有唱的懸有唱低的，有唱懸有唱低，兩部合唱，翁仔某啊，足溫愛足好。哦，拄好結婚呢，啊，真生甜呢，真客氣，真客氣，厝邊啊，攏真好頭，啊，我送平安啊，你搞啥呢吼？所以過去就歹聽，毋通聽講平安呢，甲迄個少年咧講平安呢吼，真係平安真係好啊！伊講伊信主是因為隔壁即翁仔某嘅關係啦，所以外表哦，迄個美嘅生活會感動別人，所以講用迄人生就嚟講。信仰地區要求真、求善、求美，唔係咱唔驚一個口頭咧畫口號，哦喊口號、呼口號而已。真正生活喺咱嘅外表，哦，別人看到你、看到我，這樣表現外表，就講一個信仰嘅人到底就是無共款。望主幫助咱教會每一個團契，同工迄個姊妹，喺追求上咱絕對無輸人。別馬虎啊，定真切實，將咱的信仰生活喺咱嘅外表上，可能因為你可能我嘅關係來入咱嘅上帝，所以求主使咱每一個迄個姊妹，甲咱教會，咱同心來祈禱。天天陪我哋上帝，真歡喜早起就嚟引出來到你哋嘅殿裏，直接三個敬拜。去做我哋這段獻上我哋感謝，因為萬人中你經選將這個百姓，你愛阮伫遮毋是做人客，愛阮每一個獻的姊妹伫遮共同打拼，共這個替這個家庭，互阮的家庭壯大擴大，互上帝國擴闊這個所在，互得救的人是這家庭佇阮的教會，有信心來引帶幫助阮。祝福阮的牧師牧師有夠地氣力來領導阮的中是小會團契，迄個姊妹共同打拼，來互上帝國擴闊喺這個地區，互地區人喺這家庭喺這個所在，我哋幫助，啊，將阮的社會國家用我哋，我哋先祝福，我哋國家讓早日將是受祝福嘅一個國家來入去上帝。我哋聽我哋祈禱，啊，使我每一個人繼續引導阮頭前路站所行所做，同合主嘅旨意。我哋感謝祈禱，奉耶穌嘅聖名，阿門。真多謝陳牧師嘅講道，咱三個吟聖詩552首。大家勇敢同齊腳步，請起來吟。See
坐，请咱准备奉献。我请玲玲执事甲秀玲执事。我会听通求主在，听你那归去世间，那我对起的家己，永远转归乎你。下子，消息报告，教会消息，今日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，嘛感谢陈志良牧师来主理，咱祝福陈牧师一家上帝恩典满满，咱多谢牧师。啊，牧师的家乡嘛有伫遮吼，咱徛起来咱熟悉一下。好，咱欢迎伊吼。咱礼拜后，咱嘛请大家会当留步啊，做伙请安，伫地下室咱做伙享受爱餐。第二项，咱第三季7月到9月的时间有定表，请咱的团契会当准备好，伫来拜二以前会当交互办公室。第三项，咱拜六6月27暗时7点到9点，有王丽丽老师、吕玉新老师有带咧学生伫咱的礼拜堂举行感恩音乐会，请咱兄弟若有时间，咱会当出席来参加。6月28日伫固定圣教会有第4场的音乐会吼，咱会当看公布栏。啊，第4项，咱7月到9月的新眼光，然后有需要的兄弟会当伫交代咱的招待柜台来提吼。啊，具体消息吼，咱顶礼拜嘛，有啥咱真毋甘咱的陈慧说伫6月11啊，受主的恩调啊，享年是86岁，愿上帝的灵亲自安慰伊族。第二项，咱上联团契伫今仔日礼拜爱餐后，伫咱5楼啊是举行6月份的例会，啊内容是咱考雅米的姊妹见证分享，请咱上联的兄弟会当留步做伙来参加聚会。啊，第二项，咱北中有一个研讨会吼，啊，咱有兴趣，咱家己来看，啊，会当私函来报名。第倒消息吼，我是念者吼，咱请为了咱兄弟心灵的健康、事业工作，逐项来祈祷。第二项，咱过来是新的一季吼，咱会当为着教会团契、甲各单位的聚会、新的时间来祈祷。第三就是为了咱的社区，咱社区对老人咱有手机班，也有乐智班、长青的伙伴，对幼儿吼有幼稚园的招生，咱特别会当为着咱幼儿园的招生来祈祷。啊，咱的人文国中啊，各种的时间吼，咱嘛需要到学校服侍的同工吼，若是有兴趣吼，咱会当甲助理老师也是播讲长老来联络。咱暑假咱的青年要去嘉义吼，有短宣队吼，咱就为着咱的祈祷。
第四，咱为了咱国家吼，逐项代志，国际处境来祈祷。咱欢迎新的朋友吼，今仔日我遮无资料吼，毋知有第一摆来无，还是牧师知影要介绍？拄则但牧师咱介绍过吼，过来。吼，咱若无，咱做伙来行平安礼，请起立。咱拢正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是上帝子儿。咱拢正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儿。耶稣这是，因为耶稣的革命，因为耶稣咱有做我的人生，欢喜享受主我名，欢喜建立基督听，因为耶稣丰富善良。咱三甲来吟圣诗391首，阿罗天顶上帝。带牧师来祝祷。当我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听他，领受圣事的因所帮助，必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麦倒。